若过来这件火烧车嘛发生伫个高速公路，一台货柜车路南驶到3期的路段，可能是车链来碰链，挡啊加死，结果链胎来导火开始来烧。这个驾驶赶紧把车停伫个路径来逃命。消防队赶到位的时阵，这个货柜车已经烧到轰轰叫，其中一链胎甚至是烧到弹出去、崩出去，差一点去讲到消防队员。 国道1号路南3期路段有一台货柜拖车导火烧起来，火烧到真美，乌烟嘛冲真悬。烧起来了，到旁边呢。经过驾驶拢惊一条，消防队赶过来，头前货柜已经变火球，消防人员用水线无用拍火时阵，倒一粒导火链仔烧到规个弹出去。 导火的链仔向向弹出去，徛伫咧边的消防人员险啊扫着风台尾，这粒链仔佮弹去对向上北的车道，看到的人拢惊甲软脚。它爆掉啊！刹车咬死吗？还是刹车咬死？驾驶当时有惊闪气，嘛惊甲清冷汗。伊讲伊是为桃园赛车载死修啊要去台南，结果第一路的链仔崩开，挡啊海去，佮导火家己的车烧掉。加在别台车无受到影响。 警察嘛呼吁大家上国道进前，车一定拢要先检查好势，安尼驶伫路才袂发生危险。